看经过10档的宽频，伫去年3月，行政已经核定国道7号的计划，也毋过高雄大寮附近的民众发现讲，路线甲当初的规划无同，有民众早起就去高雄市政府抗议。就百位的大寮民众车到透早伫高市府门口抗议，其中有真侪是年岁真大的长辈，为的是去年核定的国道7号约定路线，希望会使撤回。你唔好讲看阮农民，就是大家拢无路用，甲阮当作粪扫，你路线要改就要改，你敢有经过阮的同意？溪乡拜求中央地方政府，大寮居民经过真侪摆的抗争，去年4月市府才同意废止实施大寮74期市地中划，想袂到10月高公局举办国道7号工程公听会，居民所发现国道7号路线互变更，而且会经过74期中划区，征收的恶梦恐惊会阁重演。4个不到3-4个月，他又国旗又从我们那边过，也就是说，它跟市地重划是重叠的。那这样子让我们觉得说，是不是故意的？大寮内坑里目前互800快速道路通过，已经有一个交流道，但若照变更的国道7号路线来看，内坑里会阁增加一个交流道，居民就惊现有的噪音、空污等问题会更较严重。继续咧收集恁的定情甲建议，这部分阮会阁甲中央交通部阁重新规划路线，这路线还未定案。面对居民的困求，高市交通局接过陈情书，等会赶紧甲高公局反映讨论，互路线尽量划伫公有地内底，减少对居民的伤害。记者陈焕武、柯建俊高雄报道。